后来乡亲啊，最近网络顶有一篇文章，讲有美国的研究来证实，食咸会当减肥，搁来抗癌。咱的记者实际去求证，医生讲，若是食落肚的是化学合成的咸，安尼颠倒会上肝上腰子哦。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美国有一项研究讲，食咸的各种好处，医生提出怀疑。抗癌啊、减肥啊，是有一些预防性血管疾病。不过我想这种研究还有待证实啦。咸椒内面有丰富维生素 C， 适量食当然对人体有帮助，不过减肥、抗癌等等惊人效果，要犹太科学的检验。尤其你食若是化学合成的咸，内面有真济味素，千万要细认。 味精是谷氨酸钠，它后面有个钠，所以味精如果加多的话，那整个汤底也会比较咸。高钠的话，其实对我们心血管疾病或者肾脏疾病也都不好。阮做化学老师来了解人工麻辣汤头的秘密，味素、咸椒油、红色色素、黄色色素，慢慢倒入水内搅搅辣辣的，开煸1分钟，眼前就使出现红光光、油金的麻辣汤头。 这样做一锅大概几块钱而已，大概5块钱以内就可以搞定了。辣椒、麻辣酱，还有辣椒没有？较早就有麻辣锅的生意人承认讲，为了降低成本，用的就是合成的化学麻辣汤头。那呢传统控的汤要安怎分？ 想要健康又安心的吃辣，像是冬天很多人都喜欢的麻辣锅，关键的第一步要先看看汤头里头有没有足够的食材原型。光中药材里面就有20几种中药材了，从备基本的香料，一直到完成一个锅底要3个小时最少。 纯天然的麻辣汤头，用目睭看就会使看到真济咸椒啊料，食落腹肚底是真清甜。那人工的是因为化学调和的，所以讲色水较清，无沉底，食入嘴内，佫会愈食愈死咸。所以讲提醒乡亲，官人想要食咸，爱加选真材实料，才有度保养身体，拍好健康的底底。